历15年》这本书很火，作者提了一个观点，说西方国家发达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，中国是一笔糊涂账，所以中国发展就落后了。最近我通过研究郑和下西洋这个宝船的建造和管理，发现万历15年这个说法它是站不住的。在明朝永乐年间，郑和全球航海，它里面的宝船一个编队，它就记载了有多少艘大船，多少艘小船，多少艘救生艇，上面有多少士兵，多少炊事员，甚至有多少接生婆，它都有规定。当时一个满编的郑和航海舰队是28003人。那么它的航海日志虽然被烧了，但是在民间还有一些抄录的流传，说某一次它一共只有27000多少人，缺编了多少人，建议地方官马上给补上。所以中国早在700年前，我们就已经很详细的进行了数目字的管理。所以万历15年这本书这个说法是说不通的。